主计总处公布上届新的薪水统计，累积1月到10月员工经常性薪水平均是45441块，年增2.49%。若准包含奖金、加班费是59270块，比去年同时间成长1.53%。不过，甲这个物价因素掠过了后，只剩53960块，年减0.87%，是这7年来头一届负成长。国内物价直直起，压力是真大，但是薪水却无啥起，互民众是感觉真吃力。主计总处公布10月工业和服务业的薪水统计，虽然1月到10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的薪资是45441块，年增2.49%，若是包括奖金和加班费，总薪资是59270块，比去年同期是成长1.53%。物价因素提调，实际总薪资是53960，比年减0.87%，是7年来第一摆负成长。全球的一个经济趋缓的状态的影响，然后奖金发放的比较少，所以它在非经常性薪资的这个部分发放就会比较少。事实上，因为厝价悬、薪水低和通膨这因素，互少年人的压力是有够沉重。根据联定中心的资料，全台有申请厝的贷款的2014年是206.53万，厝贷款的总额是7.14兆，平均大家人共贷款345.52万，但是到2023年有212.18万的人，厝贷款的总额是10.8兆，平均大家人共贷款508.89万，这个增加163.37万。我自己是偏向租就好了。真的房子很贵，然后薪水很少，然后如果真的要买一个房子，我不知道要不吃不喝多久。不动产资讯平台总监陈吉明就讲，全国厝贷款总人数增加的比例无悬，但是厝贷款的总额却大增加超过50%，而且薪资暂年是起无1万，根本就无法度去入厝价。虽然最近在政府拍叉棒之下，房市的交易量有转冷，但是厝价嘛是无落倒来。今年8月，政府提出新青安贷款了后，房市的买气是明显回升，因为会当有5年的宽限期，还会当贷40年，相关会当贷到8成，利率还有补贴，这嘛互厝价大概是起掉伫遐。这几年房市在变好的状况之下，建商他赚蛮多的。然后另外的就是在营建成本的部分，这几年其实涨蛮多，所以建商他也不太愿意快速去做降价。但个别认为讲，虽然新青安贷款互买起救起来，但是对正是第一摆买厝宽限期和现款起救长的人来讲，有可能对家己会当负担的做唔对的判断。若是未来央行阁起利息，才有可能出现厝贷款拿袂出来的情形。买厝进前一定要细致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